方清西龙姑娘，介绍现在讲到李中三牛的称次机会，闲话当中次次那个势利人，马门人一听真正享福了。你现在听听看，周子果是哪个摸得来？釜底是用，你想想看，摸我啥？从夫起兵，内尽天良，防卫根本，势利小人，也叫哪个？不过再想想了，自家是不好。老婚，各立同生，魔力穷举，方在旁头外旁台子要各立滚台。那里脑子里想，姑娘娶后。势力派辜负好人，再到九松亭关心里周营里若能终身配不离，一代比下来相应兼职，下来也叫难过。可马门人做你的也有办法，那里脑子里想得出来，我姑娘比好人，老西人比娶后，一做你的有个。往时老实人带那个点好处我才晓得呀，现在老头子发了边浪，大夫让我努力的带那个点好处的功劳，统统抢过来，抢到自家身上，自家的势力区处钥匙踩到老实人身上，那么让你家居子马三们让个老实人也起行，大概不知哪不里想出来，叫做抢功劳子。是啊，公某。昔日我与你在此当中一番争吵，乃是交底呀。好，你走了之后，我就请你家姑父进来。我说的老相公啊，我那事儿被我一番激励，他而今走了。我晓得他身旁分文没有，这样你再该出去，资助他银两，再把女儿终身许配于他。那既像你家姑父说的，资助他银两的胃口，也把女儿终身许配这个穷鬼，我是不由得呀！他骂你穷鬼呀！哦，他骂我穷鬼呀！他骂你穷鬼呀！那么你姑娘比怎样呢？我与他不客气呀！我不是让你这个老头老女精，一来来做你的啥天？三本来摸一盘了啊！你骂我那事是穷鬼啊！你自己不是个穷鬼出身，卖大饼的出身啊！真正享福了，老让向我东窗波着，听我去，一定要再赶出去，不如许来见我。那么他比怎样呢？他见我怕的呀！啊，他见你怕的呀！哎，他虎口如这个再改出来。哎呀，后来我一想不妥当。倘使他到了中途也阳奉阴违，这便是肉啊！我先叫王本进来。我说的老人家，你是反日的中国，忠心义薄，而今再该出去，该读这个老头，可照我的说话而行事。我来问你，他们两个人可是在到居松亭上？在到居松亭上，钟表当面理应。理应本戏当然改口，改了称号，举止松弛唯美，居松为美。老人家做的坚贞，做不了坚贞。倘若不是我周姑娘的旨意，我哪能晓得的是此相惜？父亲听之之后，一声狼我，牛舌。我是想不通呀，想姑娘是自家人，那还会得辜负起我跟我同生？辜负是外头人呀，那还会得对我这样哈，非得对我哈，而且为要我别条终身配给我，所以根本家我随便拿手不清上子。那到今朝为止，我刚刚明白，原来姑娘不是势利我，是激励我。哎呀！父亲对君是姑娘妈妈想姑娘，可是我对你不是的。至少me这个2年来，我当然是势利我呀，所以就是耿耿于怀。我今朝做主过来的，该到我第一个要见你姑娘也是侬姑娘，哪得想想对付是的子？那么这个
谁若今日我不离看吧，假手里我做主脖子。方清真呀想拿金银花出来，没。他是我打的是姑娘，我做主脖子呀。那么李天门啊，说起来阿是啊，你做主播嘛，耍天一大事打扮打给得来，还是想戏弄姑娘。搿搭我可以讲的。我说起来姑娘，我身浪向做啥一大事打扮呢？因为我做主播子，一打给到三娘四行插房。之前龙宫给到后花园，看见花园的门开了嘞，我说得千金那姑娘呀，也想得来亲一亲我，来不及话语上谁是个真来着？对，发现想得给到搿只水大，伸到里向真要拿金银挖出来。真正台湾市民中浪滴答2秒钟的辰光，汤师啪往金银星拿出来，翻不走个。那么马门人啊，老头子身上10份功劳不来抢他9份嘛，还有1份就听不知理这样。小少的欢喜一步看足，统统抢过来。李州年的伪装大功劳也要抢离过来，啥个大功劳嘛？耶，为送走真知他不理啊，还要抢过来，那么抢出毛病来着？是啊。公哦，去送定让李英之于为样好东西送与你的哇。哎呦，姑娘说的好。非得侬别家终身配给我，而且还要送一样好么子给我，不晓得啥个好么子哇？葛末大人，什么东西呀？我也是叫姑父拿出来送与你的哇。哦，还是叫姑父给我的？葛末姑父分给我哇？哦，阿为的姑父三去，我么子吃光的，么子嘛我非要门大一门门清爽。葛末大人。究竟什么东西呀？哎呀呀，少年人健忘得很，不是别的东西呀，是一种富家之宝珍珠塔。哦，珍珠塔。哎呀，姑娘来了啦，说句话啊！像珍珠他们是别家了啦，落彩亭浪向送给我，那还现在龙达子居松亭浪向老丈人送给我呢。这一想呢，哦，我明白着。大概从这个马门人听见之后做主播子，所以现在要拍马屁抢功了，要拿别人家身浪向的好处拉到自家身浪向，拿自家身浪向的缺处推到别人家身浪向。哎呦，还要危险呀！真正推背是讲一些些。他是我今年挖出来子，自己谁也非不走的。干嘛还要去说臭哩？非来说臭呢？你啥个事体现在也拍马屁抢功了？因为你听说子我做主播子呀，我现在没做过啊，我爱惜的谁也飞出来是不做过的。那么等到我不做过起来嘛，我口内那行背，而且还没脸皮高。至少非得不去说臭哩，我要去好你个爹了呀！葛末大人，珍珠塔一滴呀，一滴哇！不够啊！那是在王本身上拿出来的，他说是高低相送，莫于是你姑娘相送啊！啊，莫于是我姑娘相送。哼，一代来小人命我做姑娘的大德。是啊。这种势利小人，总要没人家大得的。一句好好推行吧。该句头名我偷来摸个，这当分听见，你是晓得我送的吗？而且我晓得。这是叫谁记人心哇？那么真知他里的老听众才晓得个，神采我是叫忽悠里送个，那弄得自己送的那下去呢？难怪。当辰光神采我是要送真知他的辰光，爷娘面上才满气。后来讲到去了的枪子该做真知他，马到小教手里破后，那么小教没办法，告诉沈御史。沈御史这年头，汤师我讲到送到衙门里向去，并带浪向下，表叫忽悠里向送不表弟，不大好听。那么那哈。我一句讲讲吧，这是我姑父再到居松亭配亲之后，老让人送不女婿正大光明。
所以和附庸人才晓得哦，该是尊主他来要送该。这些辰光，神夫人喜鹊扶了扶浪，扶当山去烧香去着。等你回出来，我对告诉你听，你听了，现在以我受我功劳抢尽，抢出报应来。你是晓得我兄弟哇？哎，而今我晓得。这样一块，到底要抢功劳，一张面孔我了子不说着，那是否会骂我三门子？要骂老死人子。有心磨皮拍着你呀！丫头们啊，师傅娘，放在食房中的酒呀，不要为着要摆出来的呀。哎呀，夫人啊，你晓得你也做过的呀，所以这是分外的，马当是也拔出来着。没得烂本事呀，拿出来夸着呀！我就祝你对这两个我对我真欢喜呀，搭当然搭得了个丫头们啊。师傅娘，放在食房中酒呀，不妥当。哦，不妥当，不逢人，不逢人。而今为一句家菜。那么家底啥个菜呀？十六味菜，十六本。十六味菜，十六只烂本。不汤不炒，十六只大菜。哦，不汤不炒，十六只大菜。哎呀，太多啊！大白让。大白让。三道头生意低肉，20年开棒，上牛红的美酒。哎呀，就吃这块。吃怪的哇！吃怪的。说去白来。为什么？至于妈妈人说的了，是讲几十样小菜，手上样快不不对。我讲几十样小菜，不是一只不是一桌好棒，顶起码8只不是一桌。叮当上快要像叶子这样上。眼睛台湾的几小菜，我要当听门声了。老乡把这几老上上火，让东南方哦杀几老子回出来，我落先生眼睛在磕头，还是为好吃个啦。哎呀，妈妈人啊，你要拍起毛皮来是不是公本噶？是啊。够么？而今食堂中的白酒时候，要与你接风啊！放心对见这个满门人妈妈，哎呀，做得吃。现在听见这我做子搬了，拍马屁抢功了，也请我去16味菜的酒席。哼，这做酒席真正丰盛个，不知吃得人过啊。不过吃么分吃，小的也是要理也是要。哟。公某大人，相信你高负欧式大清，我是屡动无意准备。今日里我匆匆出京，土财都没有带来，小人的高某，你高某大人备了数次丰人的罪药来与我追风，真是不当之至。是哪里话嘞？我们自己人哇，吃我的嘛就是吃你自己的哇。我不做过是肉我的也不吃的。我的家人嘛就是你的菜肉哇。我不做过是一个洞的也拿不上的。我的女儿嘛就是你的妻子哇。我不做过你马上是一老婚的亲人啊。哎呀，牛没得了。哎呀，这个就是表示亲友啊。来得到，我把那一杯水这边飞行，一杯风了两这回，害得我放出双眼。也不行，想当初美丽英情在松顶上，这个老头一梦回来想龙云，使得相逢片刻就松顶，把你在山坡。在死因，这死里是你的身躯，一律不是你心肝肺肺，没着订婚
手，高峰心啊文博，总是举送定，以我定婚姻，我开他回身，不敌下良心。隔壁听别家成语是做你的小将了，为听第三良心分哦。那让强攻来吧，听别家作业不好出来比一个样，真就听我去。哎呀呀，孩儿啊！哎呦，我懒得啦！哎呀，我心里热了里玩。乡里是那样一部封江大。痴心个来姑娘，亲着是不爱人。所以我心若浮流在岁月里，我朝想某足悲不应。放下军个风雄化，就得功名。希望里来了一听嘛，哎呀，是的人啊，你那不上面让包玉帝说我才晓得关。包玉女婿这等西家这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包玉我老对子半生不在风台，少妇帮忙我戏子里要做勾上的，不只让把你受到了。现在哈西不让结婚，真就听我去。慢慢人做你的，你中途帮着讲的，我要拉婚啊！拉婚该桩事情出为事，要出到老实人身上。是啊，高某，你家姑父他不应该呀、想必经姑父他良心事。终归是么中道女大伤财生，女儿一世呀我终身。因儿么富美富着富贫居，所以他口口声声也来婚。中斗女的，你叫姑父他要来婚啊？哦，姑爹他要来婚哦，他要来婚啊？那么你姑娘必怎样呢？我与他不客气啊！我说道，你这老糊涂，你这老女精，咦，昨天你有没什么的？都来婚姻，我不允过了左右家，一日大事尽。妈妈，你个周公是啥时不错啊？哎呀呀，亲亲是啊！哎呀，我实在吃不消这。哎呀，我吃得消了里哇！小妃这里是送大事，只怕已经别自家门，因我哈姑娘大力如电。乡里子大姑娘十里功夫哈，大知下姑娘是哈人，公的是么欺掉废恶的害人精。妈妈认住你的儿子，谁说你难，我拿来摸，你心里难过的。该抢来做主顾，来让伺我弄过的，大家自家人好商量的呀。那么呢，要拍马屁仗，将来家子终身400万高档才是那个呀。哎呀呀，是啊。小我儿你滴滴亲亲亲狗食，一笼亲上个脸。
两同心，两心相依，一里一心深。小奴们非不交在飞鹰，老夫妻不知是作虚神。教此真身风必凡，相奴与你是教不弱，是教人气斗大化一日生。非比心让非非亲，你莫把我姑娘当回神。10口是啊，父亲对见这个盲门人妈妈，他也做不得去。听见这我走子归了，怕我皮抢功了，哈人亲人亲人接得来让我不去。哼，这个一番闲话，我谁也只能让窗口里想。等到一些的我不中国们，一句一句我谁也会本呢。哟，公某大人，只要公某不这样放情，当为神开的，不给的理。是哪里话嘞？面孔大亮样子，我落子不说了，孩子，到底要抢功了。丫头们啊，师傅娘，希望中的风人嘴呀，怎样了？哎呀，夫人啊，我真要来回复你呀。看上去今朝搿顿最是吃不成功子。为什么啊？大概总要隔3日天嘛，可以吃得来。啥不是？怕马皮好隔脱3日天噶？为什么啊？哎呀，三菜头的都不够呀。那么预制菜嘛，一起买起来，预制菜嘛，也得隔壁人家加起来。太太啊，太太教育更高。当于师傅的小菜一起叫起来，一定要快速摆出来。是呀，你也是个，要快点摆出来。不过像烂盆子个摆出来便当式个。那么预制菜嘛，不要后宫单高，后宫不单高嘛，谁不来噻？像蜜汁地旁，不要分好慢慢嚼。他是后宫不单高，棒棒硬，快汤递上去，嘣带出来，比台湾地旁不好吃个呀。哎，我倒对个。哎呀，一定要这一句啊！是呀，那么日子是是改，今朝吃没吃得成功个随上辰光一点。什么时候呀？大概要等今朝夜里妻子刚好吃个顿饭。夜里妻子刚好吃个，哎呀，吃干饭哇！少不得，请上牛吃干饭，吃丫头快一岁，上牛了以后为了肚子嘛，我要心痛的。是呀，我也肉痛了是吧？那么你商量我来说实话。这个为天最是来福的嘛，西龙两大地心弟弟之内可能还呢。你的地心大不少，不过带我头看看我头啊。现在那个身高是上牛啊，地心考据的啊，什么地肉啊？肌肉稳定，适性单子。不收怠慢上牛。为要搞一样，搞啥么子？搞一样上牛噶。哎呀，吃不脱怪。哎呀，压力现在种植上牛噻，不必保养上牛噶么，他口菜，哪怕吃不了口口嘛，还是好怪。啊，我晓得这三姑娘聪明够嘴，好好你去口口个吧。你当个地少了孩子，你当你少个么子哦，快一岁。啊，医生嘛，医生嘛，都这两大地心，搿是500几户辰光，一个屋头拖子一只盘已经送上来着。送到该到那哈，要让夫人先过一个馍。夫人啊，你再看看阿雷谁嘛？香喷喷，两道地心，美好，不必为上油噶送上去。啊，快送上去。啊，我一橘子来送噶。这是叫大白上玩。哎呦，大白人。一个种东家吃得吃，还有一个种西家做得吃。搿头面屋头人走过来，随侬搿只盘忙金子头顶浪向一顶剥落到对正方清面前一句。那么半边围一个屋头呢，随侬盘里向屋在架上一样忙金子茶几浪向放下。一个屋头人立起来，哟，啥人来呀？请用点心啊！方清一口嘛，哎哟，有的吃在，哎呀吃，落得吃。粽子过了有得吃，他是不做过谁也没得吃噶。那么趁现在做过个档口嘛，
七八肚皮，而且的发总过起来嘛，我还可以熬得起的。那么发青肚皮啊，我们的我讲，我现在辰光讲起来，还是在老乡5、6点钟，来让凡人哈子几口参汤，吃子一点点干点心。那么现在啥个辰光？已经中浪向1、2点钟这样，一顿中饭夹脱子，所以肚皮倒是蛮饿。烧客气，我在街上拿起来，听汤踢他，吃得来一目光，汤水不停一多多。那么半边个窝头谁让你卡过你？唯一一个窝头谁能我在街上休息在盘里向一口嘛？哼，吃得是的清爽的，大菜用不着大子碗。夫人欢喜到巴上关，不得去口口。夫人，带的上牛来呀，吃3两呀，吃得听上得来，他才不听，一多多，这个天狗个哪？臭丫头，滚下去啊！你当里啥么子啊？是个天狗个了，刚刚磨皮拍好，吃乖的。吃乖的，吃乖的。让屋头抬下去呀！该个辰光忙门人走，你的叫吃乖该来非要当我手。哎呀，忙门人走你的事儿啊！够么？客人吃饱，吃饱的了。风筝就要围在后边啊。做狗的了。还要有点接风啊。对了。大清楚你的，现在我肚皮嘛吃8子，吃8子肚皮嘛，我不但想非洲来说发中国来不想这样子，根本那行业来可以说自个发中国。所以人大子对么得来让东南京，你的让做你的那行非洲来好说发走过，该个辰光势利人做你的，哎呀，立种子上牛下来还要追马鱼缸，追马鱼缸是风光得不得了。我望空寺里姑娘也是少母娘分看见，那么这个看不分看见，海里讲出来让我听听，过瘾还是好的。是啊。够么？你种粮上牛要追马鱼鸡的呀？是呀。追马鱼鸡怎样风光？好，上面委员我讲了，个放清楚你的，我不想发中国发嘎子呀。那么你现在我讲，我也可以讲，一动南京嘛可以讲。这上面因为我风光事体发指个对。大夫是农我李中山牛坊贴上新案，经理大局上方大局奉旨无应，夯不啷当过了山门一颗瓜子，我谁要告诉你，我要绑车上3个对体，等于是啪啦哒一个跟头丢下来是发中国了，其实那个盲门人。飞马一骑谁用时？我的生命何必两军神？放清楚你的，我辣辣追马瑜伽的辰光遇上惊喜的事体，我还要告诉你姑娘，公公大人，想给别人追马瑜机之时，别人开破机关，不好了呀！嫂子，不应该口出吧？怎样不好了？那。一大位忠义门下的儿子，一是红缨的儿根，以那知谁是中举神，名落神髓保国兵，名人当山以来结登分。谢我不是冒名冒姓鸡毛贼，谢我不是双有否是不欺君，谢我不是抗欺本良佛国法，谢我不是苦上头皮的大气神。十他中用一个节，奇迹光多头的再放
想那不地居士在名人堂相遇，要去登门礼过亲家定罪，将我一刀问罪。哎呀，世经八字，肌肉稳当，七缸子活龙了，孩子。上不是追魔预告，不比人家口扑机关，要请皇帝啪，努力随地正法。马门人觉得嘞，心怦怦怦啷跳。是啊，哥么，后来比怎样啊？放弃一口没法领着我，马门人搿张面孔伤伤青。哼，对镜子的妈妈那用不着觉得这样呀。我们现在不会的谁子掉下去。我非得不这样掉下去，还要帮忙正上头抽一抽嘞。国母大人，为好啊，为好。哦，你要为好，我还为好。那我不是要里面记人心，身得当今天子恩。为牛在四围混，王老事情谁识字？相依送子两种身，将来家内知不费，不及为当日来为重。我是讲一讲了，马门人听见是开心啊！听得夫人吃凉啊神。哦哟，刚刚想说吓死人啊！想不到现在皇帝连你的忠贞后代富贵牛才。外加非但雷中三牛方七伤人后为上方宝剑真正鲜活啊！那么马门人做一段实讲，让我门口立个锅肉顶了烧上火，门清双子努力行里铺盖，再到我府廊向来。实讲以来，我府廊向是个七伤人后的人，襄阳吩咐固有见道理，谁要到我府廊？哈哈！真正出风头，也要有面子啊！那么我是不晓得你要面子子，方请帮快下来，那么要再世供养几十人夫人。